喺中東革命嘅前後，恐怖主義、宗教仇恨，唔少嘅教堂被摧毀。中東嘅基督徒因為係少數嘅信仰群體，或多或少都會面對唔同程度嘅歧視，甚至迫害。喺中東嘅某一啲社區，基督徒同穆斯林之間，亦都可以大家喺同一個嘅社區安居樂業。大家好，我係建道跨越文化研究部嘅 Toby。自從2015年開始，我同我太太喺中東嘅服侍差唔多有8年嘅時間。因為工作嘅關係，我有機會聽到唔同穆斯林同基督徒朋友嘅故事，發現除咗兩個宗教教義嘅相同同分歧之外，我都好想知道佢哋點解可以幾千年仍然可以和平共處。中東嘅基督徒又點樣喺歧視裏邊堅守信仰？兩個宗教嘅信徒日常又點樣相處，甚至係對話呢？呢啲都係我好想知道嘅問題。佢哋唔同嘅立場，令我開始對當地基督徒同伊斯蘭教徒嘅宗教關係感到興趣。後來我有機會喺英國牛津宣教研究中心攻讀哲學博士嘅學位，我就選擇咗呢一個嘅研究方向。呢度嘅教授大都有豐富嘅宣教經驗，佢哋對宣教議題嘅學問、熱情、國際視野都深深咁影響住我。我嘅博士論文研究題目係革命後基督教與穆斯林對話，人民主義論述嘅影響。因為好奇心，我對唔少嘅宣教議題都感到興趣，包括咗宗教對話、伊斯蘭教研究、民間穆斯林、整全使命、營商宣教同埋無神論嘅影響等等。我對呢啲議題嘅興趣係源於我想將主耶穌基督嘅好消息更有效嘅去傳俾未信嘅朋友，讓到福音喺佢哋嘅群體同埋文化裏邊更明確嘅表達出嚟。2023年加入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部，由前線宣教轉到後方做培訓同支援嘅工作。我相信培訓宣教下一代呢個係難能可貴嘅宣教工作，亦都係一個普世宣教嘅隊工。盼望我過去嘅工場經驗同工場上嘅研究能夠有效嘅去協助學生。好感恩可以同一班同學探討佢哋未來嘅宣教方向，為佢哋投身宣教出一分力。好想喺主裏邊同佢哋同行，幫助佢哋踏上神呼召嘅宣教路。每一個年代參與宣教都唔同，有時我反而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都見到當年我自己嘅影子。除此以外，我亦都好希望可以同更多嘅教會同埋差會嘅朋友一齊推動宣教，互相支持，讓我哋同心協力，為主嘅福音興旺出一分力。同時，我都希望喺亞洲宣教學嘅研究上面有所貢獻，盼主使用。